多谢内容来看台北市消息，台北市信义区出名饭店 W Hotel 昨暝24楼的机房向煞出现地书有9台电梯故障，当时是向坠落下面，分别有人卡伫23楼、13楼、10楼到9楼，这吊伫遮悬的楼层呢，袂顶袂动，甚至有人呢，因为强要无开，赶紧报案。这个消防队赶到现场了，疏散饭店差不多400人客，有人呢未符反应，牵拖清了就冲上楼骹，冲来楼骹了，有民众烦恼呢，烦恼讲掉入这个电梯内底，位置7楼用行楼梯行到1楼，就是唔敢坐电梯。10几台消防车停伫咧饭店门口，进来民众全部企伫咧大厅，个人袂好换衫，直接穿一衫衬拖就为房间撞出来。台北市信义区 W Hotel 昨暝发生火警，机房跳电，电梯直接冲落来，有内人关伫咧23层楼高的电梯内底，有人客嫌啊欠酸素，无被惊死。走下去，他是说有那个烧，很像塑胶的味道，然后都是烟。那像我刚刚现在下来，我就走楼梯下来了。从27楼走了吗？对啊。过一天，人客嘛是真惊吓，甘愿为27楼落去楼骹，唔敢搁坐电梯。这个事故就发生伫咧4号暗时10点外，饭店内底敢若因为24楼电线机房回楼盘烧起来，烧面积超1平方公尺，互电梯柜故障，有5台电梯、4台载货电梯无度使用，11个人掉伫内底。想说我们的27楼应该很安全，但是因为太久，他好像有人被困在里面，所以他电梯完全就是坏掉。10个客人跟1位员工受困在电梯的那个车厢里面啊，那我们也立即陆续协助他们做一些脱困。那现场住房的客人啊，今天入住的客人大概有400位左右。那当时有这个烟雾启动这个火灾自动警报装置的部分，大概也有做全栋的一个疏散。加在迄天400外的人客无人受伤，台电是讲迄天中电是正常的。饭店员工当时嘛紧带民众紧走，已经排除所有问题，并无安全的疑虑。那么针对此次事件影响客人的体验，饭店将会承担所有昨晚入住客人的房费。W Hotel 机房跳电，人客关伫咧关10楼的电梯内底，发生这个事故，民众行到软脚，业者强调未来会加强安全措施来维护大家安全。